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前2天伫咧看守所，想到判决书啊，后一摆搁看到恁的时阵，应该就是伫咧屠房啊。等你转来，咱来去大庇护徛徛，好不？可惜啊，唔去嘛哦，我真个好气啊！迄个时阵，伫遐游泳的人，敢若风嘞，敢若海洋嘞，足水。啊，你唔捌啊？恁就无伫咧遐。哥，你是我上勇敢的哥哥。李文杰，忙是你甲人咧迷茫，爱顾现实啦。你一直拢是我的骄傲。你今仔日伫遐坐咯，你到底是为了啥？